5月初，ABB 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世界錦標賽2024到25賽季第6、第7回合嘅比賽喺經典嘅摩納哥賽道正式完結。日產車隊嘅路蘭特喺呢兩場比賽中嘅表現可以係 fit 到漏油啊！星期六第一回合贏得全場總冠軍，更加喺星期日嘅第二回合正確再上埋亞軍領獎台添。成個週末一共攞到46分。同時將自己喺車手積分榜上面嘅優勢擴大到48分，毫無疑問，路蘭特就係呢個賽季嘅總冠軍最大熱門。但本期嘅吹水台節目，我哋就先唔講路蘭特爭總冠軍呢條主線，我反而呢想將更多嘅注力放喺星期日嘅第二回合正賽。呢一場比賽受到雨水嘅影響，可以話係相當混亂，多位車手都曾經喺比賽中發生撞車意外，比賽亦都多次被全場黃旗安全車所打斷。咁喺呢一場意外頻發嘅比賽當中，遠景車隊嘅 Sebastian Buemi 保耶美憑借住佢豐富嘅比賽經驗，一路向前追擊，進入全場前3。而喺最後衝刺階段，呢一位老將憑借住之前積累嘅電量優勢，成功殺出重圍嚟到領先嘅位置，最終亦都取得咗自2018到19賽季紐約站以嚟嘅第一個分站冠軍。呢一期節目我哋就嚟回顧一下保耶美係點樣打破多年嘅冠軍荒，以及呢一位 F1 元老級車手點解過去幾年陷入咗一個冇冠軍嘅魔咒當中呢？受到雨天嘅影響，摩納哥站比賽週末星期日所有嘅比賽環節都喺濕地嘅情況下進行。由於 F1 每個雙賽比賽週末只允許每台賽車使用3套新胎，所以喺雨地當中使用呢啲曾經喺練習賽排位賽經過一定磨損嘅輪胎，對於車手嚟講完全就係喺冰面上行駛。呢一種情況亦都對車手嘅駕駛能力提出咗極高嘅要求。比賽一起步，第8名起步嘅保耶美首先就爬咗前面迪圖嘅頭，上到全場第7。隨後幾個圈當中，佢都選擇比較保守嘅駕駛方式，保持喺賽道上，同時亦都守住自己嘅名次。喺用完一次攻擊模式之後，呢一位老將已經上升到全場第5名。雖然當時領先嘅維尼已經係一度建立咗超過3秒嘅領先優勢，但由於迪加拉斯同尼高梅拿兩位車手先後發生撞車，全場黃旗同埋安全車都幫助保耶美追近咗前方嘅賽車。比賽第20圈，保耶美啟用第2次攻擊模式，喺濕地情況下借咗4驅嘅牽引力同埋額外50千瓦嘅動力，一路狂追，喺2圈內直接從第5升上第1。同時佢借咗前半段比較平穩嘅揸法，等佢喺比賽最後階段嘅電量非常充足。咁都意味住呢位老將無需擔心因為電量耗盡而無法完賽，可以直接地板電衝到底就係㗎啦。最後3圈，保耶美一直霸佔住頭位，同時更加不斷刷新最快圈速。喺比賽最後，佢已經領先後車超過5秒鐘。喺時隔2122日之後，呢位2015到2016賽季嘅年度總冠軍終於再次嘗試到冠軍香檳嘅滋味。呢一場冠軍亦都讓保耶美嘅 F1 職業生涯嘅冠軍數量達到咗14個，佢亦都打破咗自己之前保持嘅冠軍數量紀錄，繼續穩坐奪冠數量最多 F1 車手嘅頭把交椅。而家我哋將時間撥翻到2019年嘅7月13日，當時效力於日產 EDAM 車隊嘅保耶美喺紐約姆魯克林賽道以第1名衝過終點線，贏得參與 F1 以嚟嘅第13座分站冠軍。可能當時佢自己都唔會諗到，佢居然會喺未來5個賽季都無緣冠軍。2018到2019賽季之後，日產嘅雙電機設計被禁，都導致日產嘅賽車競爭力逐步下滑。同時當時受到全球疫情嘅影響，日產賽車嘅升級亦都出現問題。2020到2021賽季，保耶美前半個賽季都係駕駛住上個賽季嘅舊車參賽，咁亦都導致咗佢嘅成績冇咁靚仔。喺呢個賽季，保耶美更加係一次頒獎台都上唔到，全年只攞到20分，年終排名第21。呢個亦都係呢位老將參賽以來嘅最低谷。
2022至23賽季，保爺美轉投遠景車隊，藉住積架動力系統嘅優勢，重新成為積分區嘅常客。咁但係佢代表遠景參賽嘅過去2年，總係遇到各種意外，難以取得好成績。雖然都可以時不時上下頒獎台，但咁樣肯定符合唔到呢位冠軍車手對自己成績嘅期望。今個賽季，保爺美喺揭幕戰聖保羅攞到分之後，連續5場比賽陷入積分荒。喺摩納哥站第2回合之後，呢位老將終於以自己嘅硬實力證明自己依然係場上嘅冠軍級車手。